大家好，又到了快乐的练习时间了。每个星期五晚上是蓝山乐舞团练习的时间，也是团员最快乐的2个小时。在没有冷气的舞蹈教室里练习，好热，连道具用的扇子都用上，但大家却没有抱怨，团结是他们的信念。中间休息时间，大家排排坐，先讨论接下来的表演行程。你一言我一句，大家的默契是靠沟通培养出来。担心拖延排练进度，男生组赶紧先练习，女生准备道具，分工合作。好，要准备了哈。客家舞蹈搭配客家歌谣，这是蓝山乐舞团的特色，也是他们的坚持。要把我们的祖先的音韵还有声音来加深后学的那些年轻一辈的，让他们熟悉我们祖先的天籁之音。舞团背后的灵魂人物就是他，林松生，蓝山乐舞团的团长。而旁边则是他的妻子王金满，夫妻俩在民国82年一起创立蓝山乐舞团，一个负责编剧，一个编词曲。他有时候很固执，不听我的，但是我也是说，因为这个是有关于我们客家的东西，我一定要以最传统来表现。1、2、1。一次又一次，大家不厌其烦，反复练习，走位、舞步、歌唱都得做到完美无缺。而你还会惊艳于这哼歌跳舞的团员，可都是退休老师。唱是没有问题啦，就是记有时候会忘记啦，会忘词。记不起来没关系，团长还是很满意，比了个大拇指，感谢大家，更高兴蓝山乐舞团能够在成立17年的时间里依旧不变，靠着热爱乡土艺术的心，发扬客家精神。一次走位，一段小曲，尽是客家氛围。小周末的夜晚，17年的蓝山乐舞团给了我好久好久的感动时刻。